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泰国总理赛塔，是因为今年4月有利用有乌西暗地人来做官，互法院判定违宪，律掉总理的职务。这赛塔去年8月当选泰国第30任的总理，4月因为人事改组，利用因为有乌西法官互法院来判罪律师来做总理办公室的部长。 结果去互前参议员联合过去宪法法院提出请愿，如今互人判定违宪，爱落台解散国会，定选总理。当来看咱国内郭文哲去年的总统大选政治献金案，民众党是讲一切拢是会计师端木正乌白报销。黄珊珊下晡已经正式提告。 也检方今仔嘛带人去抄木可公关公司，民众党是表示有主动交出6箱的证据，希望会当赶紧查一个水落石出。当时做郭文哲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下晡甲律师伫台北地检署告会计师段木正。最近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有政治献金、申报无实在的风波，民众党指控段木正为着方便做代志，调整劳保金额，而且无通知竞选团队。 他说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直接问他，这是会计师可以做的事吗？他没有办法回答。对自行调节，他没有回答，而且我也问他有没有人指示，没有，他说没有人指示。 原定早起1点就要到北检提告，因到下晡3点，是因为早起北检前往伫台北大楼的木可公关公司进行搜查。民众党副秘书长柯富是讲，所在部分无包含民众党党部甲郭文哲办公室，是民众党主动提交6箱凭证。根据了解，检调嘛前往段木正所属的事务所，搁约谈段木正等相关人士说明，按过北检对这代志无愿意证实。 搜索的部分呢，不包含台湾民众党党部，也不包含台湾民众党柯文哲主席的办公室。但是呢，我们主动提交了6箱有关大选时期的凭证，希望交给检方尽速的厘清真相。 政治现金风波还未收煞，黄珊珊嘛伫中央委员会里主动请示党籍中央委员，党主席郭文哲嘛表示认同。会议的现场嘛甲李文忠、黄珊珊、段木正移送中评会处理，中评会会伫上紧的时间决定处罚内容。郭文哲透早出门的时阵是讲到，这几天都无联络到段木正。主席，你今天有没有跟段木正联络？没有联络上。他说是没有联络上，所以你有找他吗？ 找不到人了。民众党抓到段木正的确实，段木正是透过声明表示，会计师提供的签证服务拢依照法令规定处理，相信监察院甲检察署一定会详细调查相关的证据，并查清楚真相，幸好会计师清白。双方是各人讲各人的，实际状况也有待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这届巴黎奥运，咱台湾有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好成绩。 拜五特别举办台湾英雄荣耀同行的大游行，有超过100名选手、教练，还有幕后的医疗人员拢会来参加。公布嘛以最隆重的检问礼来迎接，邀请大众做伙来赞助光彩。 巴黎奥运结束，台湾代表团有2金5铜好表现。中华文化总会宣布16要办台湾英雄荣耀同行大游行，邀请选手到总统府参加。国防部3军仪队会赴向定荣耀检问迎接奥运英雄。国防部示范乐队也赴30首精彩曲目。目前选手教练有67个会到场。罗总统要开先例，邀请选手带亲友到总统府参加。另外，奥运期间提供选手后勤支援的中介。 后观站，医护团队有53人也参加盛会。由总统呢来举行将近2个小时的英雄派对，来做欢迎合影，甚至呢相关的一些交流。除了李阳人在日本跟女朋友在度假之外没有办法回来，他的爸爸还特别要代表他来参加，李俊毅先生特别要来参加。那其他的包括王麒麟、林玉婷李梦远、吴诗怡、唐家宏、陈念琴都会到。Party 会后是大游行，全长1.5公里，现场发限定的手摇旗，车队会非府前广场的中庆南路出发，往襄阳路过到关前路的东头去，会使影响到沿路夜抓花，终点伫中孝西路结束。
国军派出宪兵快反连担任游行监督，也安排选手徛伫轻中型的战术轮车展现英雄小英雄。罗总统选前承诺成立体育部，即马大家拢关心是不是会在明年顺利成立咧？已经在行政院组织里面的相关的细节作为都还在作为当中，我想会很快就会有大家这个期待的成绩。罗总统参加民进党中常会听运动专题报告了后指出，台湾目标是推动全民运动，加做运动大国，自然也加做奖牌大国。行政最近就会公布安怎成立体育甲运动发展部。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目胜过比赛，性别议题是吵吵闹闹。其中一个当事人，也就是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面对压力，依然是靠实力摕到金牌。伊即马嘛正式向巴黎检方来提告，点名J.K. 罗琳甲马斯克，也有美国前总统传播网络霸凌。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咱台湾的选手林旭廷，是讲无拍算要提告，讲即个金牌就是上好证明。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即马是也未战煞，乌克兰是宣布发动上大规模的跨地级反攻，是一路拍去到罗西亚本土库斯克这个所在去。因为这嘛是罗西亚自二届世界大战以来第一届去外国军队拍入来。目前乌克兰已经占领罗西亚边界库斯克这个所在，有74个聚落，佮超过1000平方公里这块土地。这嘛是干那开一礼拜时间，就相当是罗西亚拍几年的成果。即马乌克兰和罗西亚谈判空间嘛是大大增加。即马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讲，伊已经咧规划下一步的行动。就称乌克兰士兵对东北的苏米州，甲战车直接驶入去罗西亚西部领土的库斯克州。第几天内，乌克兰都已经侵入罗西亚领土超过30公里，目前已经攻占库斯克州74个据点，和莫斯科当局是袂负欢迎。乌克兰的士兵讲，其实这2年来，罗西亚根本就无伫边境打风扇。这场突击除了互乌克兰的士气规个起来，也是对俄罗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取得上大的战果。Чим більше російської військової присутності буде знищено в прикордонні, тим ближче буде мир для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і справжня безпека. Російська держава повинна відповідати за те, що вона наробила, і вона відповідає. 面对俄军的突击，罗西亚是撤离库斯克4号里超过12万的平民。乌克兰的官员讲，目前已经掠到几百个战俘，但是乌克兰真正想要做的，并不是侵占罗西亚的领土，是希望用这来摕到影响力，得到真正的和平。因为这几个月以来，罗西亚对库斯克向乌克兰是发动2000多摆的攻击。乌克兰的行动虽然和因手头靠物件会当谈判，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讲，乌军的兵力和后勤资源有限，更加是真歹伫罗西亚的境内长期抗战，因必须要较紧来决定上好的谈判的时机。What do you have to say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Russia and Ukraine? Have you spoken with anyone in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I've spoken with my staff on a regular basis, probably every 4 or 5 hours for the last 6 or 8 days, and it's creating a real dilemma for Putin.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讲，为了应对乌克兰对罗西亚领土的进攻，罗西亚当地正调整军力的部署，而且对乌克兰撤出一寡军力，这可能是乌克兰的机会，会当顺这个势甲陆军对乌克兰引开，互乌军会当伫真侪地点去推进。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今日另外一方面，中东的局势紧张，风声讲伊朗这礼拜就出手去拍以色列。不过嘛，有内部的官员指出，只要以色列愿意接受加沙的停火谈判，就会当避免一战。统计以色列甲哈马斯的这场战事，已经有超过4万人死亡。失去亲人的库马桑到病院认尸的时阵，激动考国化，因为伫4天前才得到量风体，拜至拄啊为囡仔报户口，结果竟然接到厝边打电话讲，伊的厝互以色列空袭，伊手摕到出示证明国到病院的时阵，面对的是囡仔冰冷遗体，伊的太太甲丈夫也同时死亡。رحت اطلع شهاده الولاده تاعت الاولاد مرتي ولدت اول امبارح لسه ما فرحتش عليهم يعني被逼为加沙市撤离到迪尔巴拉的库马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规面伤痕，和阿嬷抱了林牛岭这3个月大的李母，在以色列对加沙南部有关年岁100空袭当中，失去爸母甲兄弟姐妹，全家只剩伊一人。
العيلة عيلتين مش عيلة يا ريت عيلتين حوالي 20 نفر عيلتين ما ظلش ولا واحد غير هذا。 就伫以下要伫15号进行停火谈判进前，以色列继续对加沙一个所在攻击，各公布画面讲过去几天伫拉法签图上班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啊，不过有搁较侪平民无辜牺牲。哈马斯也对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发射2粒火箭炮，显示有援有反击能力，这为双方停火谈判增加变数。外界搁较烦恼是，这场停火谈判关系中东战火是毋是进一步扩大？ The United States' overall goal remains to turn the temperature down in the region, deter and defend against any future attacks, and avoid regional conflict. That starts with finalizing a deal for an immediate ceasefire with hostage release in Gaza. We need to get this over the finish line. 路透社报道，在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只有达成这摆停火谈判，才能避免或者是延后伊朗直接报复以色列。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那讲到买新厝，上惊的就去互中人骗来看英国这间有良心的卖厝业者，因为替顾客买一款会当追踪你目睭人咧看倒位科技目镜，提示人客看厝唔通干那看装潢水，卖当互人客提出因真正心内想的装潢的需求，买到上满意的厝。 你准备买厝，伫中人陪伴之下到现场的时阵，会特别注意到一寡所在咧。Got similar taste. Have you? Yeah, yeah, lovely. Nice. Like the beams. Yeah, they're nice, aren't they? Yeah. 英国的中东业者，互人客挂一种用对撞目睭人活动的目镜，发现真侪人会将一半以上的注意力拢放伫装潢甲家具，所以去重视天棚、地板甲壁这建筑的结构性元素。 But what they really need to be doing is looking at things like the brickwork, looking for signs of condensation or damp, the chimney, the boiler, the electrics, maybe even the Wi-Fi signal. There's so much to take in a viewing.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spend your time on each separate element. 为协助人客做出正确的决定，中人业者利用这种科技物件协助人客发现家己看错盲点，很有机会做出调整。 Because you know you've got them on, it does make you look up and look at certain things. So I enjoyed the experience. I really did, in the fact that it made me more aware to be aware, 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这种物件镜片内底有4个相机甲真侪照明器。开发的业者讲，伊比鸟眼更较厉害。物件顶悬的相机掠着影像，然后透过一寡数学运算，就用知影你实际咧看啥物。有科技的辅助甲提醒，无得较用帮助买厝人更较细致，买到心内理想的厝。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 继续来看美国南加州的山区是美洲赛沙滩地，不过当地有一条10线道的高速公路，就正正起伫咧遮，嘛造成讲定定拢有美洲赛会起予车辆肇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咧起一条全世界上大条动物天桥，上计明年就会当完工。 这只互车弄到卡骨登去的美洲狮，运气正好，互动物保护团体解救出来。当手术了，就用几落个家，该带一个定位颔棍箍仔，顺利野放登去山拿。看到伊骹手正溜达走登去山拿，大家拢正欢喜。美洲狮又搁叫做山狮，是一个加州山区的指标性动物。伫咧洛杉矶好莱坞附近，加大名呈现，最近分享圣塔莫尼卡山区优美的自然环境。 点讲60年前，101号高速公路开通，加山脉两边的联系切断，10线道的公路，逐天拢有30万台车流，对美洲狮也个其他野生动物真危险。 We have lost many mountain lions on the roads on the 101 freeway, or because it is so enormous and such a formidable barrier. Animals need to move in order to find food sources, to find mates, and what we're seeing with this barrier and the island of habitat is that the mountain lions who live in the Santa Monica Mountains are at risk of an extinction vortex.
好佳在有一组下过一公里高速公路，连接公路两边山尾野生动物通道，就要伫咧明年开始启用。要若推上这条通道的是当地一只真有名的美洲狮P22。2012年得到定为颔管科下编号P22的美洲狮，运气真好，下过101号高速公路加405号州际公路出现伫咧对面，正挖市区加环球影城的格里菲公园。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史蒂夫·温特翕到这张背景是好莱坞标志的经典相片，和P22真出名。不过，这个车地是拄好掩伫咧公路甲城市的前，敢若是一个孤岛。21平方公里的范围，对一只成年的美洲狮来讲，实在伤微。孤单的P22也无法度找到伴来探险后代，大家拢真同情。动物团体就开始募款，推出这项野生动物通道的计划。得到好莱坞明星大力的支持，完工了，通道将会砍掉密密的树啊、甲草啊，就敢若是自然的野生环境，让动物会当来往两边，扩大区域生物多样性，解救灭绝的危机。公司新闻施惠两编辑。保护流浪动物，南美国家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都有一间流浪狗的收容所，就起伫咧流浪车站的边啊。这收容的大多数嘛是较老的流浪狗，互因伫咧生命最后，嘛当感受到人世间的爱。伫咧收容所内面有真侪只大型狗，伫咧子宫后壁，袂留一直海。一个狗伫咧子宫挖进收容所内面的铁网啊时阵，至子宫下面。伫咧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有一间流浪狗收容所，是起伫咧当地人车站的边啊，互流浪狗有一个温馨的家。Porque muchos de los perritos vivían aquí en Estación Central, como les digo, desde antes de la creación del teleférico. ¿Ya? Muchos de ellos son octogenarios, muchos de nuestros viejitos. Entonces, para que no surjan problemas con los usuarios, hemos creado este espacio gracias al apoyo del teleférico que nos ha cedido el espacio. 收容所内面的流浪狗大部分年纪拢真大，负责人阿拉康认为，伫路下出现流浪狗是人类的责任，狗应该是家庭的一份子。不过，这寡流浪狗无所在通大，一直拢无法度找到适合的家庭，所以为狗准备衫、得到米啊加面床，并且由志工照顾因的三顿加生活陪因耍，希望互这寡流浪狗感觉这就是因的家。Que sirven, no son valiosos por sí mismos, por su vida, por aportar algo más, ¿no? Pero la gente que convivimos con los perritos creo que sabemos que son más, ¿no? Que son parte de la familia. Sería lindo, por eso estamos luchando también. Y hay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donde ya se está introduciendo el concepto de la familia multiespecie. 伫咧倡导动物权利的律师穆诺兹，甲厝边最近收养一只流浪狗，并且即伫咧玻利维亚实施的第239号市政法，将其推上，甲流浪狗当作社区狗，若是当有家己的类别，抑阁受到法律的认可，并且由地区或者是社区内面的大部分人共同照顾，成做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